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1月1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8篇第1节到第7节，约书亚记20章第1节到第9节，马太福音第24章1节到第1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逃城。前天我们谈到了逾越节上帝的保守，这是当以色列人或是当所有的人遇到苦难的时候，上帝赐下了他的保守的恩典。上帝的保守不仅限于一种方式或是时间，上帝会按照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对象，赐下不同的方式来保护人。上帝也吩咐他的仆人要成为别人的帮助。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约书亚记20章第1节到第9节里面提到了设立避难城。圣经的经文这样说道：上帝吩咐约书亚，对以色列人民说，你们要照着我叫摩西传达给你们的命令，指定一些城作为庇护城，非故意而误杀人的，可以到那里去。逃避寻仇的人，这样的人可以逃到其中一座城，到城门口审判的地方，向长老们解释事情的经过。长老们会让他进去，给他地方住，这样他就可以留下来。如果寻仇的人追到那里，城里的人不可把那个人交出来，却要保护他，因为他跟死者无冤无仇，不是蓄意杀人。他可以住在城里，一直到接受公开的审判。等到当时候的大祭司死了以后，才可以回到他逃离的家乡。于是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拿佛他利山区的加利利指定基底斯，在以法莲山区指定示剑，在犹大山区指定亚巴城，就是希伯伦。他们又在约旦河东岸耶利哥东边的旷野高原，在吕遍境内指定比西，在迦得境内的基列指定拉末，在马拿西境内的巴山指定哥兰，作为庇护城。这些庇护城是为所有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当中的外侨设立的。任何非蓄意杀人的，可以在那里找到庇护。躲避寻仇的人，报血仇的不可杀他，除非他已经经过公开的审判。这是针对于那些非故意杀人者所提供他们避难之处所。提出能够被长老们接受的理由，就可以被收容，好躲避寻仇者的追杀，也能够接受公义公开的审判，而不是私刑。我们必须要厘清一个问题，一个概念了。上帝吩咐约书亚设立的这个逃城、庇护城，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限制、没有规范。条件是不是不是蓄意杀人的，需要从施行保护中得到保护，需要公开公义的审判的人们。这种情形在早期的台湾社会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形。
牧师曾经在鹿港牧会，在这个期间，因为开办鹿港观光三轮车的关系，需要对鹿港的地理、历史、建筑有所了解，就发现了其中有一个古迹的门，称为爱门。牧师会分享一张图哈，这张图是油画爱门的油画作品哈，现在是文化部所收藏。这个门呢有两组，左边是双开的大门，那给车辆或是大型的物品来通行之用。那右边是单开的小门，是给一般的行人通行。这是因为早期的移民他们都从不同的地区来，因此他们来到台湾之后，同乡的人就住在同一个区域，慢慢的就有那种地域性的一个差异哈。那以前的人见了面会问对方说你是从哪一个角落来的哈，受哪一个角头老大的保护啊哈。那如果有人外出，或是到其他的这个乡村去，或是哪一个地区的角头那边与人发生的纠纷，可能会被围殴啦，或是被追打的时候呢，那比较弱势的这一方，这个人就转头就跑，他快跑回到自己的地方。那边跑就边大喊，叫自己的人出来帮忙。一旦他进入了自己的区域的爱门之后，门就会关起来，然后这个人他就得到了保护，他就不会受到私刑哈。当然，我们知道当时候台湾并没有什么司法制度，但是至少来说不会被乱拳打死。之后再由两边的老大协调解决彼此的纠纷，这就是台湾早期的逃城，帮助我们了解旧约圣经逃城的这个意义。现代呢，其实也有沿用旧约逃城这个 refuge 的名词，就是我们说的难民营。虽然因为时代不同，它的意义跟功能也不太相同，但是提供受难的人脱离战争或是种族灭绝行为，或是恶霸的威胁等，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得到全球的关注，得到联合国的资源的资助，得到能够有比较公平的待遇。这其实就是延伸了圣经教导的精神之作为，来抵抗那些不法恶霸的作为所带来的影响。马太福音24章，耶稣基督预言了圣殿即将被毁，以及将来人们要面对的灾难与迫害。耶稣基督他这样说：耶稣从圣殿出来，正要离开，门徒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指着圣殿的建筑给他看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不是都看见这些建筑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地方的每一块石头都要被拆下来，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块上面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们私下来问他：请告诉我们这些事什么时候会发生？你的来临和世界的终局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回答：你们要当心，不要受人愚弄，因为有许多人要假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因而愚弄了许多人。你们会听见附近打仗的风声和远方战争的消息，你们不用害怕，这种事必然发生。这不是说历史的终点已经到了，一个民族要跟另外一个民族征战，
一个国家要攻打另外一个国家，到处会有饥荒和地震。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，正像产妇阵痛的开始一样。那个时候，你们要被逮捕，受酷刑，被杀害。为了我的缘故，天下的人都要憎恨你们。许多人要放弃他们的信仰，彼此出卖，彼此仇恨。许多假先知要出现，迷惑人心。因为邪恶泛滥，许多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了。但是坚忍到底的人必然得救。天国的福音先要传遍天下，向全人类做见证，然后历史的终局才会临到。无论是因为政治带来的灾难，流离失所的人民需要难民营、避难所，或是因为生活所遇见的困境，或是我们需要上帝的保守，他要成为我们的避难所。诗篇78篇第1节到第7节。我的人民啊，要听我的教诲，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。我要用比喻说明，我要用预言揭开历史的奥秘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知道，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事。我们不向子孙隐瞒这些事，却要向下一代说明上主的美德、全能和他一切奇妙的作为。他颁法律给雅各的后裔，他赐诫命给以色列人民，他命令我们的祖宗要把他的法律传给子孙，好使后代学习，再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。这样，他们也会信靠上帝，不忘记他的作为，永远遵守他的诫命。感谢上帝成为我们的避难所，让我们得到上帝的保守，脱离各样的灾难以及危险。诚心恳求上帝也成为宇杰的避难所，帮助他度过危险，得到保守，早日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谦卑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